汤圆啊，粉皮啊，彩皮、蜡笔哦。它是粉皮耶。好棒，好棒。那是盐跟粉皮跟瓶子。原来是彩色粉皮耶。那同学儿童读经的结果都考第1名，好厉害！小心不要掉。哦，辅导员工作人员的作品哦。哦，好棒，好棒。我们这里在指导国小营的，好棒，好棒哦，嘿嘿，哇，做得太漂亮了。好棒，好棒哦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。好漂亮，好漂亮哦，好棒哦！小朋友好聪明哦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做得好好。哇，好棒啊，做得好，好有成就感哦。哇，好美啊，好漂亮，做得好好啊，第几棒了哦。要制作水准最高的彩色盐，制作用心。好棒，好棒，做得好好，做得好漂亮啊！做得很好。做得好棒哦，哇，好棒！露营，好漂亮的哦，哇，好多种颜色哦，第几棒的啦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嘿，好好，好好，好漂亮啊！彩色的哦，好漂亮哦，都那么漂亮，做得好漂亮，真好。好，谢谢啊，做得好。